鸭坊家的这个爆辣鸭翅，它是地道的湖南风味儿。而且它是58天短保，现做现发的，姐妹们，哇，一看就特别的入味儿。而且它是先卤后烤，很大一个，姐妹们，肉吃起来特别紧实，一点都不柴。特别有嚼劲儿。但是它吃起来就是有点辣，不能吃辣的不要拍。一共有2个口味，香辣味跟麻辣味。但是越辣越香，吃起来姐妹们，当个下酒菜啥的就无敌了。